各位觀眾你好，麻煩喺收聽內容嘅時候撳一下訂閱、小鈴鐺同埋點讚。如果可以，請分享俾朋友聽，呢個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。多謝各位。今日同大家分析比特幣未來2至3年會唔會歸零，同埋現時最大嘅持有人同用家係邊個？首先講下市場現況。根據最新市場數據，比特幣現價大約63,400美元，24小時跌咗大約2%。全球加密貨幣總市值大約2.26萬億美元，比特幣市佔率高達56%，繼續穩坐龍頭位置。恐懼與貪婪指數報27，處於恐懼區，反映短期市場情緒偏弱。但呢個時候正正最適合檢視資產基本面。咁比特幣未來2至3年會唔會歸零呢？結論係機率極低，接近可以忽略，但唔等於完全零風險。支撐佢唔會歸零，有幾個結構性原因。第一，網絡效應已經達到臨界規模，運行超過16年，佔加密總市值超過一半。要令佢歸零，等於全球數千萬持幣者、上市公司同主權基金同時放棄，博弈論上幾乎冇可能。第二，機構化不可逆。貝萊德、富達、方舟等資產管理公司合計持有超過120萬枚比特幣，一旦成為退休金配置，歸零就等於系統性金融事件。第三，全球算力仍然處於歷史高位，超過702H 攻擊網絡嘅成本高達數百億美元，經濟上完全唔划算。第四，主權層面採納，薩爾瓦多、中非共和國已將比特幣列為法幣，美國多個州推動戰略儲備立法。當然都有極端情景值得留意，例如量子計算突破、G20同步禁令、致命協議漏洞。不過主流評估認為，未來2至3年出現嘅機率極低。綜合而言，2至3年內歸零機率遠低於1%，更加可能出現嘅係30%至70%嘅深度回調，而唔係清零。接住講下現時最大嘅持有人。匿名嘅中本聰持有大約110萬枚比特幣，從未動用。交易所冷錢包合計代客保管大約300萬枚。ETF 發行商合計超過120萬枚。上市公司方面，Strategy 一間已經持有超過60萬枚。主權國家方面，美國透過執法沒收約20萬枚，中國約19萬枚，早期鯨魚地址合計約200萬枚。至於主要用家，可以分為5類。價值儲存者將比特幣視為數字黃金，對沖通脹；機構投資者透過 ETF 建立配置；跨境支付用戶利用閃電網絡低費匯款；礦工同礦池主導出塊；DeFi 用戶就透過 WBTC、Babylon 等方案將比特幣帶入 DeFi 生態。總結，比特幣未來2至3年更加可能係劇烈震盪，但長期向上，而唔係歸零。真正需要警惕嘅係槓桿爆倉、監管突襲、交易所暴雷等個體風險。對一般投資人而言，定投、冷錢包自託管加上倉位控制，遠比爭辯會唔會歸零更加實際。以上分析僅供參考，並非投資建議。多謝收睇。